客家人有名堂，根本来了地方真经很强哦。我绕到了地方去台东的博朗大道呢，不过唔系，我根本来了地方很苗栗。哇，苗栗嘛有像台东岸江的博朗大道诶，根本老外啊吼，约到了地方的人啊吼，会唔会去金城武来看一下？哦，加油书哇，哎呦，很缘投哦，看了西兰，看到有像金城武来看一下哦，黑马啥？哇，黑你啊！哎，小钟哥，这样哇。客家好，咱你几个客家人呢？我是客家人啊，我说要先唠一两句，有没有？好，来。然后嘿 JR 给音開。苗栗对我来讲就只有一个字，就像家一样。因为其实逢年过节啊，或中秋节，我们一定会回来。然后阿婆也很疼我这个孙子，所以对苗栗的感觉总是格外的亲切。然后不知道就很像回家的感觉。香港嘅觀眾朋友對 JR 聽錯唔會上鎖。JR 嘅本名按到建浩儀，2003年用 K1 男子團體出發，2014年退伍過後，改起新的藝名，今年開重新出發。佢比幾位大人去家婆嘅故鄉，老苗栗搞到變轉去哦。阿公是高雄的闽南人，为了追阿婆苗栗的客家人，然后追到苗栗来，然后阿婆姓刘，然后在苗栗结了婚这样子。哦，然后所以我的爸爸这边是客家人。哦，古说阿婆是客家人，阿婆是客家人。姓刘，对，姓刘。但你会讲的是客家话吗？我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在台北长大，所以我都不太会讲。哦，没关系，根本有我都了解，然后做的翻译本你谈，很谈不是的客家话顺便教你讲客家话。太好了，说到翻译，因为就是需要你来翻译。没问题，因为我发了一个单曲叫做《爱上游乐》，要怎么讲客家话？愛上遊樂，係愛上遊樂。然後這個副歌是這樣唱的。你有慢唱。Fall in love you and me, fall in love fantasy。所以 fall in love 就談戀愛嘛，所以談戀愛你和我要怎麼唱成客家話？談戀愛你老愛。談戀愛你老愛，談戀愛你老愛。原来是这样哦！原本然后用到那地方证明东江，可以了东江台东的博朗大道，对吗？而且这树对不对？谁坐下来都变金城武。真的哦，我坐下会不会比较像明金城？真的哦，你客家人哦，有机会哦，家来上客家電視台節目。真的应该常常来，但是要等我客家话再练好一点。不过你蛮厉害啊，人家讲客家话，你全部唐舌啦。对，全部唐舌。什么？我说你几乎都听得懂。一点点啦，但是我最近有常常参加一些客家的演唱的活動，所以有練一些客家歌，稍微比較懂一些。花張公說 ，JR 隨先唱一條客家歌位，唱到很好聽哦。佢比也2、3年約啲也打備，係因為愛拜訪福建一度劉恩發老婆，有250年安久嘅歷史誒，客家人有名堂，開堂了。那至於堂號，我還真的是不太清楚哎，因为可能我问了家人，他们好像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也是想说趁这一次来录这个节目，然后很有机会可以来参与这个节目，很开心，然后可以了解一下对我自己的族谱啊、家里的事情更多的了解这样。欢迎，你好，这样，你好，客家之宝小郑，係少總啦，係總部啦，非常有名，看到人家攞嘅波幅，真見到有歷史咯。劉太公劉馬家，講咗劉閩南，來台鐵橋台第9代，我媽媽就是姓劉啦，劉家。現在回來哦，論祖啊，我們歡迎你，我們劉家老屋的後代。看到地方啊，吼，這大概呢，這什麼碑嗎？這是要拜的碑嗎？哦，來，這很像神主牌的感覺。亞黑哈，咸豐8年，傅貢生哈，劉錫京、劉錫贊兩兄弟得了傅貢生。有皇帝上嘅都做得做落去哦。台灣主要挨呀，就要呀4季期間啦。哦，以前有插旗嘅呢？你係旗杆哦。呀，以前呀上陣，愛神旗嘅起來。哎，你了看到啊，有四個這個旗杆嘿啊。這裡有4個對。這個是你老娘家的嘞。這是我老娘家。老娘家哦。苗栗市府嘅劉牧人推春日菜。主要係因為劉牧當從事教育，早啲清朝土工初年就開業私學堂，10多年過後，學生嘅增加當多，漢卡老學堂改去做原台書院，
拜孔夫子，尊师重道，讲勤文教。这样阿婆嘅老人家，也就是刘福，做得优雅神秋，确实当难得。係講講是由 Facebook 啊，劉福嘅老祖公聽說會得到千萬隻贊哦。不过你看到该不一样哈，你客家路的凤凰哈，前面都会有那个半月池，该可以算半月池嘛。客家人啊，嘿，先注重体力，给体力哈，你必须讲，擘嘅鱼呢，是擘嘅水，嘿，海水主要2片，入夜星光，四个都要。后面屋子后面有2口井，就是眼睛。前面一条小溪呀，以药龙门，就讲以后代人啊，一定发扬光大。劉福嘅木只土地里學檔，算係李麻縣，內背2片比塘係5海水，木背後講嘅係5神，還有5米。像可惜啦，現在起太路有啲建築格局已經看唔到嘅，像6年嘅同學很多彭上堂，一下睇過愛為這樣來上課了。彭上堂吼，俾劉邦打天下。刘邦打天下。基本來講，搬到那個徐州，給彭城郡府。彭山郡府用來就用個彭山來做湯河，咁也係係咪嚟清雅嘅羅屋啊，雅族嘅劉屋嘅。这样我就懂了。暗示懂了哈。姓劉為什麼是彭城堂是暗示地的？像6年嘅彭上堂，本節目咩食小嘅，我想大家都當熟悉誒。不過也劉福嘅傳家寶啊，我保證大家冇看過，全台灣絕對冇人有誒。那西邊嘛個，你係做縫板的呀，平板的呀，做扮演的呀？沒有。你係嘛個？也有名堂嘅哦。哎呀，那可能有動搖律師，你係做嘛個？什麼意思？也沒有也係從個考進士哦，經過禮部朝考，封地趕考的哦。哦，這是皇帝要監考的一個牌子。監考的哦，還有這個牌子哦，這不是字七架哈來卡的哦。一般的人不可能請到皇帝來監考。胡碩一定是很優秀誒，劉家懂的。考到考進士、考秀才、狀元的。長又多呀，特別多喲。这个厲害，他後來這個模擬當初的這個板子做得還蠻像，而且很舊懷舊的感覺。這模擬的。咩模擬哦，佢直接落喲。做800年的喲。800年的。清朝的時間是有誒。佢封地送的。那是真嘅奉天送嘅，之前的。以前也都做官員都出門啦。我睇下牌哦，還有呀，候選儒學正堂，你係嘛個意思？也係一個正堂啊，呢個係學校讀書嘅地方，地方正堂，也候選，唔要優秀嘅學生呀。不是 A 段班，等於說 A 段班才上京去進京考試，而且就舉着這個牌子，上號了呀。庚辰科恩進士，你嘛？科恩進士名稱，他的名號是科恩之稱誒，進士。也兩個進士啊，光緒6年，光緒12年，台灣冇做3年啦。所以劉家就有2個，還有三台明鏡。三台明鏡，皇帝咧看到，哎呦，安公做官，來人做官，孫咧做進士。哇，三台全部做優秀，哎呀，冇騙他，這個基因好，基因好。胡碩暗尾讀書，三台衣服也難的。哪一點？感覺真的有面子哦。以前劇裡面看過。哎呀，看到冇？你看到因為愛有面子，你看，你還孫啊吼，這個算是古董，這真的古董啊。那希望你摸到這個牌子然後，希望你有機會然後考上這個考狀元，在演藝圈的狀元，演藝圈的狀元，我係你兒子哦，加油，加油！皇帝所謂亞視的指示牌，係頭擺有古名人嘅牌床而裝，用來表示身份。大家想看哪？嗰時亞視的指示牌釀轉劉福嘅路況，大家上漲來看，真件係當大嘅功用。韓國劉福老祖公唔但將讀書出來做官，托各項工業咪係打頭嘅經驗。共產黨刁難嘅王變就係親好嘅證明。
哦，太哥，哎来呀，看到人家公堂又看到东特别的东西诶，医学师、医学士。对哎，那马该就是啊，基本就来初巡一下。我们没当过近视，现在眼近视。好，来，Let's go。来，听啊听啊。爸爸帮客家人，你香马该，相府，香府黑马该头。好像是上天头，哦，上天堂。哦，勾神呢？过程的哦，不是西湖的，是上天堂哦。不是，香府黑马该头。安天堂。哦，太哥，来呀，看到人家公堂又看到东特别的东西诶，医学师、医学士。对哎，那马该就是啊。呀，医学史啊，嘿。在清朝哈就去日本读，主要刘守芳，哦，刘兆芳。后摆哈嘿。继续读医学的公堂。公堂，有几多？可能有30人的医生。这里公厅这个分出去，总共这个子孙下面有30几个做医生啊。啊我骗你。博士也有，嘿。哦，这刘家都很会读书哦。哎呀，真应该读书。就一直古仲，你以后生病，你讲。以后你儿子可以读一博士哦，对哦，读医学还蛮医学院。对。没差，什么加油！哎，这个基因上加油。教育一直係客家人青春史，咪係清大嘅投資。劉福因為歷代子孫都做官，歸東落戶雖然樸實素雅，唔過靠我式嘅活動建築，就看得出劉福冇偏發嘅 TV。這樣，是，你哋話劉家人真係冇簡單，醫生按道，博士按道，經師按道，好会读书。根本安尼啊，用啥是近視，就是近視。对，不是近视眼的近视啊，是近视就是近视了，所以我们好不好？哎，你基本就来初巡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没当过近视，现在眼近视。好，来，Let's go。来，听啊听啊。这是七爷八爷。雖然鴉片唔係阿婆屋企嘅祠堂，唔過透過苗栗師傅劉福嘅手機係要參觀，這也對客家人嘅同學有為認識係要了解。離開師傅，這也帶領小組來到苗栗市嘅南廟，阿婆嘅屋企超啲呀，此時公園不用出價，這也都會轉來阿婆屋企了。客家南廟有一個小食係記一切記得嘅好美食，也見點咩啊，就抗啲西方嘅多。愛食貨嘅人爭潛要哦！哎，這樣，你還出來了要踢鳳黑那位啊？这个地方呢非常重要，因为从小呢我们都知道客家的水晶饺很好吃。哦，東有名。这家阿蘭姐水晶饺，不要鬧了。最後剩了。因為從小呢，我們回來過年啊，阿媽都會買她的，讓我們帶回台北。哎呦，了看下哦，看生意懂好嘞。你好，哇，你好，那條架係啊？鐵板你好，哇！好久不見，好久不見。條架哇，很性感的，褲子穿很短哦。不是，他剛剛鞋子，他剛才在做水晶餃，有沒有？哦，看得到條架哦，懂周色，很辛苦哎。除了水餃，還有竹里筒、炒麵、炒米粉都係傳統老美食。細細件點味，打造就有9滾嘅人潮哦。干牛師傅夾水晶餃，有啊，米通有嗎？米線，同學生，睇你食咗水晶餃，米通有嗎 QQ 啊， ？QQ 啊，好食。你來呢邊食幾多年咧，19咧？19年咧哦。來鴉片食嘅人客都係此世食到睇嘅忠實 fans， 佢就講啊，食嚟就停唔下來了。看到嗎？哇！哎，東澎派啊！這個不止好吃，這跟我阿嬤也特別，跟我的阿婆也特別有緣。哎，因為這個阿蘭姐也是姓劉。哦，用香柳嘿啊。對，都姓劉。哦，香柳嘅全部喺旁山哦。對，所以從小就一直吃這樣子，而且這點是有特別點法的。這個米粉和炒麵點一半。然後一定要點一個乾的水晶餃，這是後來才有的，小時候沒有這個乾的水晶餃。還有這個湯，這個好像是肚啊和粉腸啊都，而且聽說它粉腸洗得非常乾淨。然後這個九層塔很香，然後加一點什麼米酒。哦，加點米酒下去。哎，老闆，還有那個豬血，豬血，你是不是點豬血湯？對，豬血湯。哦，來，哦，來，老闆，走。老闆，請。
哎，跳哥，哎，请问下吼，刚才我看到阿兰姐迄样妈妈错嘛？哎，那个妈妈，你妈妈哦，你点开几多年呢快60人了， ？60年呢。哎刚你妈妈想嘛该？香柳，香柳，姓刘，姓刘，我阿婆一样，迄嘛该头。碰散痛，对，同城堂，同城堂，迄客家语嘛，错嘛嘿？啊刚你爸爸客家语嘛？他爸爸客家人，伊乡嘛该？香府，相府，相府迄嘛该头。哦，要以上天头，哦，上天堂，哦，歌神呢？过程的，哦，不是西湖的，是上天堂哦。相府迄嘛该头。安天堂，安天堂是安定堂，不是上天堂哦。是他爸爸已经是去做仙人了。哦对，是因为他爸爸这样的。哎哦，哎，不过看到两位啊东西啊，真的第4时节然后石头胎，水晶饺还干嘛呢？蛮高，水饺，水饺是看看。这一定要吃一下，而且要加它的蒜蓉酱油和自己做的辣椒。啊哦，很强哦，我看到了。哦，弹不弹？会弹呀，真好吃。还有你要猪肉嘿，卤猪肉嘿啊，猪的后腿肉，后腿肉，后腿肉，我都是一次吃1颗的。懂甜，懂 Q，懂好吃。哦，而且我吃那么久，我是从小时候吃到现在，味道没变。每次一回台北，阿婆总是提了好几袋给我们。然后你知道，在都市，我妈妈可能比较懒一点，所以早上一定是煮个水晶饺给我们吃。所以对于那个水晶饺的 Q 度，我就觉得真的很像我们那个你知道穿的球鞋里面的气垫一样，就总会弹弹的。然后每次看到那颜色很像，总会想到说啊天啊，看到球鞋就想要吃水晶饺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懂你就是面一半，米不一半。你家买很多五花切了，青菜切了，然后就青菜肉啊，哦，现在黄医生米粉裸台面，这种米粉裸台面是台面，日式台面。哦那是最高容易的，不要做的20分钟的，这不要做的。哦，很好吃。哦，那第八真的好，面里边就有米粉呢，穿插在里面。有的人想要吃2个吃不下，对不对？点1个就够了。哦，还有这样糖哦，我吃看这个粉肠。哦，很好吃哦。 80岁就是这阿婆啊，做的熬，熬的啦。嘿，所以刚刚讲说熬就是熬熬就是咬，熬熬熬来咬你，来熬你。我咬你，哦，原来熬是这样。熬，头家讲，50年前，阿妹阿兰子就是开店担头，托准教孙卖水饺，受到大家中意过后，将水店妹来做生意，产品咪进来见多用诶。认真保留传统老米食，就变做苗栗乡亲真合意嘅家乡米。我名按到水送人家，係因為阿蘭子清早就係啲準教順擺攤呢，一下水送人家，咪變做南苗美食界嘅路名哦。葡太狗，哎，哎，你用啥哦？是都懂到哎，看到在肚子。到，水饺，那肚子又麻，肚子上开家，后生你要水饺啊，腹肌炒2块真见到莫是讲按好是按 Q 的水饺，真见有嚼劲。我啊，你啊看到啊吼，你啊动特别的，你啊动到你啊相片全部用一家翕相的。哎呀，下雨对，了你。们在做水晶饺是没有时间拍照你。有时间？下次去去无。哎，不过啊，看到你啊，你动米头哎，你还你啊？哎呀，你还嘛啥？这个不要啊。哦，你阿朋友很强哦，你唱洋模诶。那我过年的事情，你到哪边去嘞？也寒烟，嘿哦，一到公园上也场景，也用边的壁做的，然后入邊咧，也台灣用邊的壁，用邊的壁，也係用邊的壁做的場景。你可能冇法度。有咯，挨得個係有哦。真嘅有。你看过有看過冇？想看想快看。啊，邊嚟邊，好冇？都介位啊，都any 容易看到。要780年都冇啊。我按落誒，哦，邊嚟邊。係真件也係假嘅啊！呢度協議搭出嚟嘅邊嚟邊喎，係有真實嘅呢。小總老姐啊，歸路聽聽頭家，專個黑位嘅細紅誒，係個麼？副頭家就會搶食1年份嘅水餃哦。哦，你真係看到動有歷史誒，你看到冇？從時段呢，780年都冇嘅呢。下面是木頭嘛？係啊，你木頭。樹嘅啊。木頭，看下你，你看。種咩的呀？就可以度兩位。冇乾啊。某罐，哦，那个就是那个稻米的那个晒干的那个管子，叫某罐，哦，叫蒙奶啊，黃泥、龍行，嘿，龍紅會嘛個？龍行是米糠啊。紅米糠，龍紅，係還有木罐，
老烘木棍，还有竹哎，竹哎，还有下面是木条，还有木条，还有木奶，算是很坚固，而且是冬暖夏凉的一个建材。它刚你真的懂厉害哦。他就是客家人勤俭持家的精神呐。他就是怎么讲，阿婆就是自己能种菜自己种，能够自己来的事绝对不会靠机器。他甚至到几年前都还是自己在洗衣服这样子。怎么讲呢？阿婆其实一直是支撑我们整个家庭，不管是我的爸爸啊，我的叔叔啊，他都非常的照顾他们。这个那有好多签名哦。哦，我看一下。哦呀，父亲那个声音啊。父亲声音。你妈陈阿姨吧？爱娇姨哦。爱娇姨就是以前那个文英阿姨啊。啊，真嘅哦。因为叫人客家人啊，文英阿姨啊。文英阿姨啊。哦。也去要上天堂的啊。係啊，要上天堂的啊。30多年以前，文英阿姨在電視劇中演出嘅戲劇人名，啥出現的呀？頭家講，講是圖阿寫詩嘅聲音呢，也下都已經係南美人了。行家秋天也附近呢，挖澤灣有一隻蔬菜，聽講係苗栗發展時空青春有嘅蔬菜喲。5、10，没有，没有，喂，没有，为什么要带钟哥来这里呢？因为这一条路上有一个这个电影院是超过60几年的，一家电影院呢，对，它可以60几年，而且还播新片，这就很特别。现在最红的是什么？我的少女时代。亮妈油哦，哦，哇，你看，哎呦，这大哥你要来看这部电影吗？早就看过了。啊，看过了。你看，电影红到连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长辈级的都看。亮眼油寿司嘛，没有，因为这是今天我请来的。你呛老哎，他请来的曾老师，他来告诉我们一下，这里是苗栗的发源。六班讲，其實頭擺喺苗栗一個地方啊，清早喺平埔族嘅演出名，佢先到來，嘿，嚇，所以呢到來以後，佢看到阿苗栗啊安發，看到都係平原咧，平埔族嘅發咗按到趴里，趴里是原住民發是平 T L 是嘿，後來呢學老人來咧，佢聽到嘛個趴里，佢就聽到一種媽里。哦，聽就是一樣趴里，就是有時候你聽到什麼這個話，聽久之後會傳到不一樣。趴里，講多了有媽里，媽里，嘿，一無酸，嘿，好，都客家人來咧，聽到有哦，我哋嘛個媽里，哦，就變咗苗栗。當時體驗所在地呢，就係平埔族按到貓里社，貓里社，就這樣就係咁樣。古時候底下有隻部落。哦，好，古時候條拜這原住民都在這裡有個部落，最早都有個部落，是從這個，所以才是從這個地方發展出來。所以長那麼大還知道苗栗是這個講法。尊敬學到位喲，也見老戲院，老所有苗栗人做盤，行過長春歲月，沒想到實行係苗栗嘅源頭所在，客家對戲院行出來，按老年嘅上天地度，還有一段客家先民發展嘅故事哦。這個三個公演嘛，我每年回來，從小到大回來，每年過年這全都是人滿為患，逛街啊，因為周邊商家很多，這裡是苗栗最熱鬧的地方。咁睇下有看到一係一隻鹿蟲嘛，一隻苗栗，係乾隆12年，1777年，錯262年前，就開發好了。然後呢，客家人又將本館嗰邊，到嘉慶22年。本館嗰邊已經開發好了，銅鑼嗰邊已經開發好了。到廣西12年，石潭、太府、大南嗰邊，又係客家人要去到嗰邊，所以銅鑼來一條路，太府、本館、石潭嗰邊來一條路，都有兩片都差的。我再唔看，按你路看伊就像一隻火絲嘛。哦，一個火的字，像一個火。哦，真的誒。火會燒木嘅，火會燒木，它火會燒木。火燒木個。火燒屋。好所以呢，客家人就有一種名，講到先天上帝。玄天上帝。玄天上帝。北極管水。哦，管水的。哦，玄天上帝管水的，讓你不會。火燒木，這個火是這樣不疾不徐的。這個長知識，我從小在這走了10幾20年都不知道，現在才知道是這個原因。冇本火燒過啦。要上個回音，回音很大哎。他趕緊有名頭，這樣台。有彈過嗎？有哎。係啊。他的電視台。
一般啊，所有看到的龙，就用地方的名，唔要形容龙啊，就花莲的那个龙啊，也形容恭维序，也有风门。我咁啱嘅，同骨粉，跟住你睇過同乜解？同假咩？好看。玄天上帝管水的，这样你不会破水不？这个火是这样不疾不徐的。这个长知识，我从小在这走了10几20年都不知道，现在才知道是这个原因。冇咁破水過啦。係啊。沙下來，我 to any 呢笪洞俾你地方嘅啊。苗栗亞嘅景點講嘅，順豐係有4米，景點，當呢邊嘅景點。哎呦，私房嘅景點。私房嘅景點。到底係乜嘅無人第一素材呀？是看到鄭先生帶人行過彎彎彎彎嘅細路誒，見行見配角，見行見到太自然地路去，上來也期見啲奶呀，就會到了。鄭先生講，保證本大家大開眼界。哇！我嚟睇咯喎，行天邊路，一雙塊回音，回音很大哎。客家人有名堂。JR 基因台有彈過冇？有誒。係啊，客家電視台。哦，泰哥，看下你阿孫啊吼，你火柴神通嘅啊，好像啊。係啊，客家話講龍。哦，龍。火柴龍，火柴龍，火柴龍。一條擺火柴龍。你下我看到上坡有個恭維序，係馬日式啊？也靠到你啦哈。一般啊，所有看到嘅龍。就用地方的名，唔係形容龍啊，就花蓮的那個龍啊，也形容恭維序，也有風門。用嚟講，光緒13年，佢下台灣嘅總督，喺清朝劉銘傳就做3線一條鐵路咧。但是呢，到光緒21年，日本人就來，日本人就繼續台灣冇做，繼續接着做。明治36年，一龍就被打通了。佢下嘅日本嘅總督，很多俄語言太郎，佢來到呀，佢看到啊，按艱難嘅一門，本日嘅工人做好嚟，所以佢就提呀，很多恭維序。恭維序乜嘅意思呢？佢也係出世雙時嘅地方，很多大羽毛嘅地方有一句話，做官嘅人啊，一定要注意到金木水火土國，也就很多6府。我要注意到3件事情，真的利用後生，也就很多3思，所以6府3思就很多9個。做官的人啊，9恭為序，9序為歌，也都事情就照顧得好。6府就維修，維修就要比興旺。9歌為序，序就要比順順暢暢的意思。所以9恭為序，你個9你都上台。恭就是9宮嘛，為就愛當興旺，序就愛當順暢，所以啊9件事情啊，係講順順時時、興興旺旺啊，也百姓就平安嚟啦。啲火柴路面心肝頭度，恭維序是係夢幻身體哦。上保險嘅出現，紅磚建材都算係罕見嘅好建築。山龍地度本來係單線鐵軌路，現在人下見來見到。台鐵喺1994年，啲船頭另外一嘅松線鐵軌路，恭維序就退休嘅行業的事。特別93線就係啲中南，好多狀況。到光緒21年，日本人來以後，清朝政府就冇辦法做啦，所以日本人還係想佢到日治36年就做退回啦。古說咧頭擺了會做到通到彰化，會經過聖心車站。媽做到嗰邊。第二個也做很多 Q3線。聖心車站媽冇。也沒冇完，但是佢鐵路冇拆掉。呢家不是拆掉，但這裡是拆掉，可以讓人家走。對，那我們我哋行過來，一兩個來。火柴龍，火柴龍啊！行業百年歷史嘅恭維序山路，真見亮閃閃嘅。尤其係睇得到山龍壁後流下來久久滾嘅水聲，心情變得多平靜。難怪係苗栗人真得意嘅奇景。
頭擺也特別係福圈幾米，去市區榜山行嘅路，行啲山路地度，疊燈壁、散步茶係路邊人嘅神奇回憶。一下行啲也特別，唔是齋個手裏，汗促促嘅當吃菜呀。龍妹妹啊，坐火茶嘿，坐茶龍火茶龍，嘿哈，你下兩啥？都火茶龍，火茶龍就懂日式啊，你下懂行嘅冇機會了，你杯火茶龍你就行嘅。哇，还有默契，不是，这是天然的 echo， 真的感觉很棒。 B-box 都很自然。我们走到尾巴了，尾巴了，好，行出愉快啊！公維市山路正見當推薦大家來亞威行一轉哦。接下來小眾老 J 啊，來到苗栗市嘅統福宗祠，老家下小記嘅師傅劉福宗祠供養，咩有200多年嘅歷史誒，咩供養有口鵝木、老起草，看來統福咩唔係小口味哦。我哋有思想佢有冇？哦，呢算湯加 F4啊。哦，睇過。哦，你好，客家電視台客家人有名堂，你好。結尾東方有來了位啊吼。你好。哦，泰國你好，哇！泰國，請問一下吼，你阿位相同嘅啊，都苗栗啊，算最高。慢慢而家都好啊。幾多女行啊？泰國言承旭說那個，吳建豪比較知道。請問一下你我都問你。糖骨粉，跟你咧泰國同乜解？糖加麵。哦，假咩啊？哦，湯係監察人啊，監察人。哦，監察。呀，唐家祠管理人啊，唐延佛。唐延佛。我22，你是24跟泰國。係相同，我哋熱檔係23時咧。哦，同一檔。哦，生意做木雕業，木雕業。哦，我做木雕的。同家人啊，全部係真正懂開啊。對。都苗栗，苗栗有冇相同嘅按多人哦？嚇，最大鄉都苗栗呢。確實都有樣。確實吼。係同太陽介紹，對鄉啊。嗌相同。哦，中心山哦。中心山。要按時文。你不知道我們客家的榮耀，客家之光，小鐘哥啊，我們要繼續努力，表示我們還是有人不認識的，繼續努力。有樣。我三樣來大片，我們大家熟悉英語。繼續大片，大片，嘿。再講起來嗬，苗栗做乜我有按到你客家人，親主要都講，人家就姜氏定六多人家苗栗嘅下，他們到秦朝嘅時代啊，多人家苗栗來，喺人家嘅面前有一條河壩，嘅很多後龍海，原住民呢都跌倒嘅嗬。但是人家都太多過來呢，都也到去上岸啦，都一直漲梯啊，冇辦法，沒有辦法咧。統福全部係到太多共同性，共同性咖啡照亮的一個很多古時鄉，古時呀地方啊，有個名很多古時一鑊湯，高士一鍋湯，古時一鑊湯，意思就說它那個是小盆地。一年嘛是有一個盆嚟樣嘅嗬，一個盆嚟，全部都係相同嘅都嘅係咧。所以呢都人哋秦朝時代呢，幾種時間可能成法，他冇按好。所以呢佢就喺度祖先啊，出嚟打兵啊。哦，是高嚟台灣。哦，出到咗苗栗呢個地方。哦。咁問下跟人相同嘅嘢同我去問佢同。中山堂。統福嘅中山堂係有劉木嘅彭山堂，正見唔相似嘅。對門當高嘅一排橫匾看起來，咪係讀書人家。同泰嗰個同是宗祠算係冇海協體系，面對美雁山係有別家山，係福山寶地，故所出嚟按道嘅名義。都講因為我哋嘅祖先啊，嗬，很多唐書妹也未先講。等於講按頭擺秦朝時候，佢唔係愛講考試咩？很多科舉制度啊，現下嘅政府啊，係咪有講公務人員愛做事，係咪要經過考試？一定愛。哦，等於這種是重要，特考、普考、高考，這個要通過嘅嗬。冇簡單，懂少年。要特考呢，都等於講鄉試，個含義咋個進階嗬。
很多会士，哦，会士都嘛干的，对呀，那个公园嘛。哦，给都补考的啦。哦，那第3个啊，厉害了第3个就厉害了。哦，就是看到我们近视了，哎，这个高考的了，高考了，要很多嘛干呢，要很多电视，供电的电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有3个士嘛。第一个是最低等级的是乡士，第二个会士，第3个电视，那分别的名字，第一个名字叫做是举人，第二个公园，第3个进士，举人共圆进士。还有拜年供，哦，连中3元，有吗？的成语？哦，连中3元，就是这3个他都考到，都考到了。某件谈了，大3元，有几台？大3元一般来讲是8台，哇，来给对。上一课，同开個，哎，可能了位啊，建築乜當有特色咧，可能你啊有槍唔咧，有迄亮嘅頭，對，你運動嘛解啊，所以講啊，頭擺人講獨佔鳌頭，你喺運動起吧，你運動嘛解。糖姐，它又名叫牛温水，牛温水就是牛糖温那个奶浆哈，烘起来会跟凹槽，跟水一过以后就按薄。哦，这太饱满了吧？饱满。哦，你我肉還太低哦，这料这种是料太多，超值啊！物超所值啊！你教我客家话，我教你国语。你啊有槍唔咧，有迄亮嘅頭，對，你運動嘛解啊。所以講啊，頭擺人講獨佔鳌頭。亞雜特殊嘅動物就係人講嘅牛魚，並用嘅素材按做腳體，咪就係量老粗接順嘅素材。老牛魚並啲鴉片，就係要加強豆莢結構，本量老粗唔會變形嘅功能之外，用牛魚粗線來看獎，看起來唔單唱東排場，還有豐富正在嘅意思。後背嘅相嘅詩嘅，還係有穩定嘅含義。來，你看一下，你懂鐵筆咧，你看有你又方正，然後又有線條，你還買個東西啊？有很多三棋盤，哦，你知道嗎？1、2、3，大家像那個下棋的時候，三棋，嘅意思就講呢，佢希望嘅係同屋嘅後退子孫呢，能夠步步高升，一段就多下來的，所以說他能夠說一下就可以到我們這個一步登天嘿啊！等於講棋盤一冇，棋嘅高也要多了到，哦。看來看一下裡面啊，裡背度啊，有可能有個中山桶，我來看一下。中山桶，古時候相同嘅係乜嘢桶？中山桶，相流咯。碰山桶，彭城堂。古時候是敵人。那個胡先生是相符嘅哦，相符嘅係乜嘢？啊，唱一下，哎呦。相符嘅嘛該，哦，上天堂，冇諗過啊！哦，哎，看到冇？參謀總長，陸軍一級上將湯耀明，哇！進題。冇想到同父嘅子孫又威文又威武，文官武官出當道。犧牲上將國防部長唐耀明嘅老主公，咪係對苗栗鴉片分出去，在個賽道台中來嘅。同父宗祠雖然係同父子孫嘅精神中心，不過也按多年來，佢哋咪當初見嘅老沙期結合，推廣一系列嘅客家文化發通。啲宗祠順頭，熱情嘅居民大早就全部到來嘅，愛調出千貼片嘅洋邊好面試嚟搶大家。哇！李師長，你用上尾都了相同嘅了公堂了旁邊啦，有一笪了咖啡啊。係錯，因為如講我係家生生意呢，都有喺地方上啊，因為欠地方啦，係喺路樓同家子誒，即係地方都有發展喺生意嘅，有發展客家辦嚟啦。家生生意做辦嘅嚇，然後非常客家莊做辦嘅，技術方法差唔多，可是我就要睇貼片，因為我做五行金木水火土，對。
因为我们这边的信仰中心就是叫做武文昌庙，因为它主拜5个主神，关公嘛，然后一个神龙太梯，孔子，福佑帝君，跟实名真君，啊，总共要5个主神。然后5个主神呢，就是按照武文昌庙。然后我又结合我哋嘅5行金木水火土，黄色属金，黄金，红色呢事业很懂旺，橙色呢绿色的木，身体懂健康，紫色呢姻缘，家庭幸福，家庭幸福。无色呢就代表五谷丰收，泥土肥沃。所以呢，我们希望让你们得到一个懂幸福美满的一个家庭。根本你有准备这5行，哎，你来看一下。有啊，来。刚刚总太狗讲的，嘿，5行，这应该是金、木、水、火，红色嘛，土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样很强。哎，正经很懂讲哎，看，那色是色素吗？没色素，要黄色的呢，用姜黄。姜黄，橙色木黑，我们用绿茶。绿茶，哎，对身体全部懂好的东西。绿茶，水紫色的用个紫色地瓜。紫玉地瓜，番薯，对，火色呢？红曲啊，好叫这个好强。对身体很好。这个我们来猜一下，看，芝麻黑芝麻，没，蓝的，看看，木炭。木炭不能吃啦，快接近了，快接近了，有炭字，炭，马该，竹炭吗？竹炭跟木炭一样逻辑啊。对了，竹炭是竹炭，那你看，客家人懂，非常精明。对，那全部那东西啊，对身体全部都是好的。对。哇，客家糍粑实做得做到按多色，又酱又空甜。小钟，这样，赶来试试看呐！老爷5种好米丝，老好运100补足，尤其搞嘅饭头，便便的来食啦，当有创意哦。你有看过便的糍粑冇？绿糖糍，绿糖糍。好吃。用焦糖做法，焦糖。呀，咁米汤啊，跟普通的米汤同。有個姜麻的米湯，姜麻，对，還對條，对，還最主要料糍粑後，加了冰塊之後啊，有姜汁對不對？它的那個嚼勁更有。這樣可以很多糍粑，這樣很多嘛看。入湯匙。為什麼叫入湯匙？對，它又名叫牛温水，牛温水就是牛糖温那个来讲哈。烘起来会跟凹槽，跟水一勾以后就按薄薄，所以它形状呢就会像那个凹槽一样啊，凹槽。也是呢，正经当冲牛温水，冲到冇跌停呢。总太哥还讲啊，也5行版只系有申请专利的哦。一个简单的传统版，本也称太哥太子，蛮出名的。还卡做嚟讲系啷个一种客家美食的文创，喺传统当中更有创意。客家糍粑咪有係啷個一種用嘅，還有食法。同太哥看小眾還有這樣，食到什麼都會吞落去嘅。沙丁帶幾條，其實苗栗啷個一種老字號嘅傳統美食。太哥，你阿2你6去哪位？我帶來一位係糖屋，也個有60年歷史嘅唐家泰霸王。用眼的呀，用眼对，真嘅咯，那啲啊彰化用眼都有名啊，那客家人用眼好食咯，我家地方都用客家好食，開玩笑，62年的哦，冇空用哦，哦，都兩位啊，哦，來看一下，冇空用哦，用，你係客家用眼，用眼是肉圓的意思，哎，南部的用眼，冇空用的地方都哪位啊？對啊。也用蜜醬做誒，蜜醬，還用啲地瓜粉。做的拿一隻，你們試看看冇？可以。來，好，可以懂我說嘞，比較 Q 哈，嘿，比較 Q 的客家話怎麼講？懂，就較 Q，對，所以做一張，吃飯有冇？也真見係太用眼呢，食材又辣太喲。先前燒嘅嘢師傅料鑊，由阿蘭子賣最焦。一下糖鑊又太用眼，2鑊比起來真見很神奇哦。這太飽滿了吧？飽滿。哦，你碗肉還太低哦。這是很扎實的。還有個筍呢，
某恐龙是某恐龙哎，恐龙啊，哎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。哎，你要加嘛该东西？蒜蓉酱。哦，蒜蓉酱。哦，东这边嘞，牛康还有那个用盐。哦，辣椒味。辣椒啊！一般我们吃肉圆的时候呢，都是吃那种甜的甜面酱、甜面酱那种感觉。东西有可能加这个蒜头跟韭菜。韭菜，蒜头跟韭菜。东这边嘞，哎呦你，哎呦，小心小心！哦，是要用葱，这是葱哎，辣椒啊！哦，好好吃哦！往后，咱就用一条做黑啊。对，去咖做诶。哦，去咖做诶。太 Q， 你看这太 Q 了啦！哦，还有它这个韭菜，哦，Q 出来好好吃。哦，行啊，某康雍，这个肉很扎实，而且它重点是这个番薯粉和米做的这个皮呀，真的比较弹呢。有这个还顺呢，顺呢。对，还有天妇感，天妇感。中药还有香菇，哦，我客家人的东西里面嘛它全部有，而且这很特别，它看起来炸的是油的，可是其实吃起来没有那么油腻，不会油腻。水煮过後嘅牛肉，個薄到 QQ， 金色色嘅，葱油嘅係地度嘅料，真見油辣到，起碼就個客家人懂牙啦。啲牙打味食用鹽愛放肉羹湯，料咪係都會釀出來了。韓國有玻璃菜、竹筍、木耳，但唱看啊，就可人緊吞後冷水呢。這都爆又後生，肚子要搖的啦啊，差不多呢，吃起來。哦，这汤好濃稠哦，好好吃哦。这料重点是料太多，这一碗多少钱？那幾多錢？那幾多錢？那幾多錢？三千元。那3千幾多錢哦？那麼便宜呢？便宜。哦，超值啊！物所超值啊！物超所值，超值。你教我客家话，我教你国语啊！你看看厉害。都是料，都是料。啊，妹妹啊，用係油呢？日前嘅調價講，苗栗人都慣在個4碗鳳頭甜湯，也係顯薄嘅甜不辣，安尼真公認，食材還滿足呢。一擺協議，這也係貼片老劇組搶價，等等人轉到苗栗，重新認識阿婆嘅故鄉。這也講啊，就算條路難行，行卡無限，沒會切價嘅見。阿婆姓劉，那劉家的這個堂號叫做胖善痛紅塵堂，那我也知道了，而且還更了解說，你知道那個4座那個皇上頒的旗杆，就等於有4個進士，然後而且聽說還出了30幾個醫生。但其實借由了解你的祖先呢，你更可以了解說，哦，這個家庭、這個姓氏是怎麼樣的一個路線，是怎麼樣的一個以前這些人物，然後支撐起來的。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有意義啊！謝謝這個節目。